好，咱要先来关心的就是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昨暗因为金华城案，互人羁押禁见。伊的看守今仔日透早是来准备一寡财产去到看守所，伊表示讲，这财产甲金流来去拢是有正当的。也那郭文哲的律师郑清源也去办理律见。另外，民众党是来开紧急应变小组扩大会议，招民众做伙站出来，来对抗绿色党国的政权。 裁定书里面提到说，你们把赖的内容给删掉了。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的家后陈培基，伫立委黄珊珊的陪伴，早早起10点出现伫台北看守所。郭文哲陷入金华城案的风波，初5叫北院裁定羁押禁见。陈培基特别准备会客菜甲菜，虽然无法度见到郭文哲本人，不过陈培基提振精神，表示两个人的心更较活，会坚定捍卫郭文哲的清白。 虽然没有办法去亲自见到他，但是我觉得我来这边，我觉得我自己的心跟他更近了。我不晓得说今天会因为他对市政府的那么的认真的一个工作的态度，会今天导致他今天到这边来。 针对外界质疑郭文哲、陈培基财产来源不明，陈培基表示已经向检联调来说明，无任何一笔金流来源不明。 郭文哲的律师郑清源伫早起8点到台北看守所办理律见，一定是为控告伫做准备。陈培基透露，郭文哲有感冒症头，嘛互外界伫关心郭文哲伊的身体状况。我们等3位律师都完成律见之后，再统一发表说法。对，我们都会协助安排看诊。为台湾的司法正义站出来！ 针对续来真长的司法战，民众党快速召开紧急应变小组扩大会议，宣布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对抗绿色当局。调集支持者上街头，全国开讲。头一站是初8早起台北要上场。柯文哲主席那一双曾经救人无数的双手，现在正被绿色的新党国铐上手铐。 那立议员嘛叫台北市长蒋万安爱互金华城先停工做补救。简书培表示，郭文哲坦白承认金华城用这案，互审计警获利200亿，正副首长拢互人收押，创下历史。一个政治人物10年的时间就可以完全的被打趴自己过去曾经讲过的这些政治承诺全部被人家发现，根本是说一套做一套。 我们只有2个方案，第一个你就盖到560，第二个如果结构上非盖到840的话，那560到840的200亿通通要是市府的。已经互人羁押审计警台北看守所证实身体无爽快，介护就医。维建集团表示已经安排律师律见，了解详情。记者综合报道。